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7日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现在看今日新闻重点：大量骑客运弄死大学生，即马又搁防检举讲公车驶电导向，台中市遂宣布无限期的公车代执法。高雄市议员黄孝庭向指控讲，昨领助理费数百万，到当时也无出面，反讲人已经走去厦门。停刊的香港媒体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郑派权，香港法院以煽动罪判关21个月，林孝东判罚减刑。新闻一开始，先看台中东海大学学生去公车弄死，都民众又搁指控讲，昨日又搁看到拒劫客运的公车，伫咧太原火车头驶电导向，规台车是摇摇摆摆。也今早起，搁有一间私立的校车去弄机车，造成一个人死亡。台中市长罗秀燕是遂宣布讲，要无限期的公车代执法，要做到改善为止。行车记录器翕到一台公车驶伫台中太原火车头附近，煞方向转向倒平，甚至是驶指向直接切去对向车道，最后后壁车拢错一条。毛民众是紧追去地提醒驾驶已经违规。遇到状况你就要小心一点，你这样开到对面就很危险了。如果暗时11点左右，有民众看到这台拒劫客运的公车，顺北屯区的南京东路咧走，刷山正向搁乌白砖。客运的业者解释讲，驾驶是为着要闪路边的树尾，才会违规。不是驾驶有什么特殊的有这个行为啊，是他跨车作业打到车子玻璃会破掉这样。违规跨越双黄线，可处罚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之罚款。按照台中太平日7早起7点左右，有一个姓郑的驾驶驶校车，顺太平区中山路一段往二段方向驶，刷弄到头前骑电动奥多麦74岁负责人，第司机的老太太头壳重伤，当场死亡。现场明显死亡，未就医。本分局已调阅相关影像厘清，谢姓驾驶经酒测为0，后续将呈报本局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最近小连续有客运公车出车祸，台中市宣布要启动3个月的公车大执法。市长罗秀燕27早起嘛去路口了解执法的状况，宣布要加强执法的力头。从前天开始执行的台中公车大执法专案，会无限期的延续下去，直到改善为止。尤其是不礼让行人的话，我们都会重罚。罗秀燕表示，年底进前会甲台中1300台公车的视野辅助系统拢整好势，按照针对一直违规的拒业客运，嘛继续动发，上当无摆渡会甲路权收倒转来。记者林建生、王良涛台中报道。今仔另外佫讲到台铁的站务人员定定叫无理性的民众攻击。台铁产业工会早就回复讲，爱增加铁路警察甲保全。工会今早起是搁再召开记者会。交通部就应该修法，针对攻击行为甲妨碍出勤的状况，都要派刑事的责任，加重处分。伫嘉义台铁大南站内底骑脚踏车，八月这个阿伯因为伫车站内底骑脚踏车，互站务人员阻挡，率见小灯生气，动手拍站务人员。6月台北捷运也有旅客大声扫，搁要动手。台中运输的工作人员3不5时会拄到无理性的旅客攻击工作人员的事件。台铁产业工会讲，差不多每个月拢会收到基层劳工的反映。就列车长跟站务人员被这个旅客，不论是这个施暴、殴打，或者是言语辱骂，光是我们这边收到的，可能大概1个月可能4到5件都会有。27日立委陪同之下，台铁产业工会、台中捷运产业工会等等团体斗阵召开记者会，针对台中运输工作人员惊拄到暴力事件，要求交通部、劳动部要参考妨碍公务法这款法条，严厉保护台中运输员工的法令。另外，工会也认为，各处要负起保护员工的责任。职灾发生之后，那个危机处理的状况、心理的辅导，还有精神状态的评估。千万不要由基层人员去做承担，因为员工他是最末端的执行方，那整个制度的制定者以及明明有权限去这个补救这个制度的这个决定的雇主，他难道对这个整个事件的最后导致的这些灾难都不会有责任吗？台铁产业工会建议，修法应该加入若妨碍交通运输人员执勤，就要有刑事责任的规定。另外，因也希望公家要发闭路器。伫无监视器的执勤场所，也通互工作人员一份保障。
在地立法委员讲，因会提出修法版本送到立法院研议，也呼吁主管机关交通部、劳动部爱提出修法版本。记者李玉凯台北报道。在地消息来看，高雄的凤山站经徛街内底电动车盗火。经过调查，发现讲这间厝伫咧最近这4年以来，敢若因为电动车就受事解，讲是这住户定定拢会去捡电池转来修理甲改车。警方已经要求到案说明，依照公共危险罪甲上班。徛街通报火警，消防员到场拍火，发现是电动车起火。没有，这个每次都自己在那边乱装啊。起火点有可能就是这条烧甲臭火大的电动车电池。消防队统计，这口罩为民国109年到今嘛，因为电动车引起的火警已经有4解。厝边讲租厝的李姓男子，固定会收集着电池来修理电动车，嘛看过伊伫修理过程引起着火势。这个有可能是伊充电了后人离开现场。伊拢咧修理奥多摆。哦，安尼家感觉了？以前伫厝内学就足危险啊，伊即摆拢伫外口，外口呐。小可迄落好，啊对面一直看。那个电瓶是讲离较远啊，不过可是这边有火灾的话，大家也是会害怕。消防队这时前往客栈无人伫的，无法度入去看。厝外有真侪线路，厝内嘛有真侪电池。警方已经伫26号车人到案说明，将会按照着公共危险罪来移送。近4年来4次火警报案内容皆为充电导致的火警。品质的问题，或者是它有商标检验合格的问题。一般的话，我们是原厂出来的话，是它会膨胀而已啦。可是，在市面上卖的话，可能是都是比较拼装的锂电池，品质会比较差。其他电动车业者只是提醒，唔通乌白来买，还是使用唔是原厂的电池，因为无经过安全把关，无法度确定品质，若无注意，就可能发生危险。民众若是替电动奥多摆来充电，时间嘛唔通伤过长，上久7点钟就要停止。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共报道。伫咧台中大理甲梯南路的附近有50户的这透天厝，因为附近是拢无停车轨，所以住户拢是把车插伫停车卡。以前是拢无代志，毋过伫咧最近这3个月，煞去互警察开出62张的罚单。住户不满，警方表示是因为有接到有人检举，所以依法行政。远警透早6点外来到透天面体门口，将汽车的车闸掀开，看清楚车牌了，开单寄发违停。台中市大理区甲梯南路一带50户居民，27号出面抗议，因为7月以来3个月以来总共收到62单汽车违停的罚单，有的人甚至收到2、3张。因为附近无路边的停车格，批评警方刁民。6点就跑来开单了啊！而且我有该车照还把车照先开。我们也是尽量配合，我们不可能早上6点就去上班就开走了，对不对？我们也是尽量配合，我们也会留那个通道。超夸张的，真的几乎最近是几乎每天都来开嘞，举发我们停在人行道啊、骑楼啊这样子啊，每家这一排的人每家都是这样子。当地是几排的透天面体，1楼的停车卡无违建，住户也有密契保持行人通行空间。无了解为何汽车袂当停家己厝内门口，公单位也阁针对因密集开单。辖区雾峰分局表示，最近有民众不断检举，原警到场是以违反道交条例举发，但是裁罚基准甲处理细节又阁明定，只要无违反消防救灾，半暝0点到透早6点，停车会使考考卖开发。警方开发拢是6点以后，一切依法行政。民众他不分昼夜在检举了，然后同时就是检举骑楼以及这个人行道妨碍通行，只能依据目前法律的规定来做执行。在0到60这个深夜时段，在不妨碍消防安全以及那个没有占用身心障碍这个一个停车位。没有经人检举妨碍他车通行的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可以得施以劝导，不予举发。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是讲，因应各县市交通环境、城乡发展的无同，需要以无同的状况演绎停车管理配套，已经授权地方政府办理。记者台中报道。政治的消息来看，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黄孝庭向指控讲诈领助理费数百万，检方发动搜索，甲伊爸母带回去问过。不过伊本人到当时也无出面，传讲伊即马人已经逃走去厦门。黄姓议员之父母均请回，证人部分亦均请回。
至于黄姓议员部分，目前尚未到案说明。根据了解，黄孝庭是伫咧检方要来搜索前1点钟坐回轮机出去，虽然有透过其他管道讲伊赶紧转来说明，不过检方是无法度证实，保排除被发布通缉。继续来看金华城用一种例案，检方是继续咧查。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游淑慧昨是押出一份市长会议的记录，讲内底金华城560派用一比例，是用行政处分的方式跳过都市发展局直接就办公告。这规个过程呢，都是郭文德亲身指示的，伊是完全知情。穿黄色的顶冠衫和短裤，双手互扣起来，看起来真平静。对警备车行落来，8点侦办金华城拥挤案，早起是第4摆提审时任的台北市长、民众党主席郭文铁。不过台北市议员游淑慧佫一摆逼出上新的资料，在2017年5月初3的市长室会议记录内面，发现讲早就伫检察委员刘德芬提出容积率应该是560%进前，郭文铁都已经指示都法局用行政处分的方式就办公告金华城容积率。参加这一场会议的都发局的同仁，那他的解读是说，就是当时柯市长应该是就是要求说，直接做成560，然后不用经过都委会所以用行政处分的方式上网公告。在的都显示柯文哲在整个过程里面其实是知悉的，而且柯文哲甚至在内签里面其实是有签名的然后现在摆烂说自己完全不晓得，我觉得这真的是说不过去议员质疑这场会议的时间点伫5月，比监委刘德芬伫同年8月提出容积率审核意见搁较早。过去郭文铁和533讲是因为监察院的审核意见，才配合互金华城容积率，这事实真明显是唔对的。民众党是回击讲，这种讲法是议员在替前市长郝龙斌的下职。根据专家意见，上网公告究竟哪里做错了？监察委员也是在102年跟104年2次对郝市府提出纠正报告。游淑慧议员现在只是在替郝龙斌转移焦点卸责罢了。对民进党议员甘肃培是发出和都法局讨资料的回应，批评533进前讲金华城案是用唔到法条。吴怡轩反击讲这是故意在误导社会大众，强调都法局的回复拄好符合迄天民进党记者会的内容。台北市长朱万安讲，金华城案已经入来到司法调查的阶段，市府会配合检方来侦办，希望较紧来厘清事实和真相。记者综合报道。每年中央的总预算案叫拿甲八联合封杀。行政院长杜英泰是表示，已经有甲立法院长韩国瑜来见面，敲明年的总预算。韩国瑜嘛答应讲会安排总预算的排审。另外，民众党团嘛表明，即马代志也有通参详。市长，怎么看部长现在率团访日哀轰是回避电价呢？经济部处长陈正基脚步正紧入去立法院，代替请假的经济部长郭志辉出席。不过，赖总统兼民进党主席则下令叫党籍立委爱全群，但是27日总执行郭志辉就请假，也阁予人质疑是这个回票电价问题。但是行政院长杜英泰到香港讲话，讲伊请假是有报备。我跟他讨论过他去的这个行程的内容相关的重要性之后，我是同意他去的。下个礼拜开始，我们还是遵照以前的跟各位部委首长的要求，一律都应该亲自出席立法院的院会。政府的总预算案和拿被联手封杀，要求退回定编。行政院也列出，包括教育、医疗、消防等10项支出受到影响，其中以军公告调薪221亿上多。杜英泰除了强调，伊家己爱负上大的责任，也向立法院长韩国瑜提出建议。我本身要负最大的责任，因此我们也非常诚意的，经过正当而且是必要的管道，请韩院长能够拨容我们商谈如何来面对这样一个两院互动的关系。会议要正式10点之前，两院院长已经在议场的后方的会议室有会面，那韩院长也给予非常正面的回应。吴思瑶讲，杜英泰、韩国瑜两个人已经见过面，韩国瑜答应以议长的身份来协助总预算会当审查。也那国民党的立委乐见韩国瑜要来协调，民众党团也表示愿意跟政府对话。我们欢迎我们的行政院院长卓荣泰率领相关部会的首长
前来台湾民众党党团沟通。这至少是一个好的起步哈。我们这个委员会的这个相关的部会首长倒是很轻易沟通。立法议会针对立法委员王晓玲提案，修改宪法诉讼法部分条文，加大法官适限的条件，自现有总额过半数动议提悬到2/3。因为在场的立委拢无同的意见，所以专案是直接离托由国民党团调集协商。记者综合报道。2024年台湾人工智慧年会已开幕，副总统萧美琴致辞时讲，即马全世界正在进行一场 AI 革命，台湾要运用 AI 力量，行伫咧正确的道路。2024年台湾人工智慧年会启动，今年主题是百工百业用 AI。副总统萧美琴受邀请出席开幕致辞，讲到家己对 AI 非常好奇，希望找时间家己来去上 AI 的课。在 AI 问世以来，我一直都充满着好奇心，也曾经尝试利用 AI 来帮我自己提升工作效能，例如说帮我准备我的讲稿，但是 AI 所生产的讲稿我没有一篇满意的，所以还要花更多时间去改。表示我 AI 的功力还不够。萧美琴形容讲，全世界当在经历一场 AI 革命，台湾的商办伫政府协同产学研究，各界做伙对着时代，然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策略，就是希望百工百业拢会当共同平均成长。因咱的年会当中也探讨讲，安怎透过 AI 技术推动各产业的数位转型、甲创新升级。新的潮流新的挑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是新的机会。如果你想维持繁荣你就必须要创造条件，把自己持续的留在这个创新的领先群之中。何小董事长董子贤发声讲，台湾产业应该把握 AI 技术带来的机会，进一步强化全球供应链当中的领先地位。亲像是 IC 设计大厂联发科推出生成式 AI 服务平台，搁在整合动画公司合作的虚拟人物，创建智能助理。零售或者是说展场需要实体场域，需要有相对多一点互动的地方，都蛮适合的。跟我介绍联发科的大语言模型。当然可以，我们的联发科部主要展示了4大区域。AI 虚拟人部署到各型装置设备当中，就会当甲使用者互动解答，更较快速收集相关的数据，然后对欠工的劳动市场定着是真大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以色列甲哈马斯继续咧相战，这死亡的人数是一直咧增加。以色列态度嘛，大家真硬，因拒绝美国顶民国所提出的这21天的停火协议。总理纳坦雅胡嘛强调，会继续来对抗真主党，一直到完全的胜利。伫咧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传出爆炸的声音，要就请乌烟。以色列军方日内搁再向黎巴嫩发动220遍的空袭。射到真主党的基础设施、火箭发射器，还有武器库。真主党无人机部队指挥官伫咧以色列军方针对贝鲁特市郊的攻击行动死亡。美国、法国等12个国家甲组织发声明，呼吁以色列甲黎巴嫩边境随停火21天。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否认同意停火。伊伫咧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阵讲，以色列的政策就是全力打击真主党。המדיניות שלי, המדיניות שלנו היא ברורה. אנחנו ממשיכים להכות בחיזבאללה בכל הכוח, ואנחנו לא נפסיק עד שנשיג את כל יעדינו, ובראשם החזרת תושבי הצפון בבטחה לבתיהם. 以色列国防部也表示，已经对美国这边提到87亿美金的一系列军援，来支持目前的军事行动，包括防空系统升级。黎巴嫩卫生部指出，以军26个行动至少造成92人死亡，超过150个人受伤。连续3天的密集攻击了，已经有要加700人死亡，超过10万人无家可归。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伫咧联合国大会呼吁停止对以色列提供武器，并且全面执行联合国大会进前所通过决议，伫咧12个月内结束对巴勒斯坦人领土非法的战争。أوقفوا هذه الجريمة، أوقفوها الآن، أوقفوا قتل الأطفال والنساء، أوقفوا حرب الإبادة، أوقفوا إرسال السلاح لإسرائيل.
لا يمكن لهذا الجنون أن يستمر إن العالم بأسره يتحمل المسؤولية。根据哈马斯卫星部统计，加沙地区死亡人数已经到41534人。加沙汉尤尼斯一个大型的牧场，拜三总共带88具以色列运回来无名的尸体。阿巴斯批评就是美国提供以色列地面武器，才让几多千名无辜的百姓，也有妇女囡仔被杀害。包括后边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英国首相施凯尔，二人也伫咧联合国大会呼吁加沙甲黎巴嫩的战火要赶紧停止。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各位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正前访美讨军官，有去到宾州去参观因的军火工厂，所去抓到美国共和党，认为这是咧替民主党来救票，影响美国大选。不过共和党的候选人川普是表示，伊今日就会甲泽伦斯基来见面。一直拢甲泽伦斯基无对党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先做预告。President Zelensky has asked to meet with me, and I will be meeting with him tomorrow morning at around 9:45 in Trump Tower. 泽伦斯基则互共和党人无欢喜，伊即礼拜去美国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进前，参访美国大选的关键摇摆州宾州的弹药工厂。宾州州长夏皮洛、宾州联邦参议员凯西、甲宾州联邦众议员卡特莱特拢在场，三个拢是民主党。泽伦斯基也搁伫咧炮弹顶头签名。共和党认为泽伦斯基去宾州是党派政治活动，设计用来帮助民主党，也无邀请共和党的人士，将明显是选举干部行为。I think it was a very terrible development, and it strain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at a time that's very unfortunate for Ukraine. We're in the middle of a hotly contested national election, and we don't need foreign countries intervening. 强生希望泽伦斯基开除安排行程的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马卡罗娃。泽伦斯基也搁安排访问华府国会山庄被拜会议员的行程。强生讲伊行程排到正晚，无时间甲泽伦斯基见面。泽伦斯基本来是甲美国总统拜登伫白宫见面。双方讲重点是泽伦斯基所提出的向俄罗斯施加压力，用外交手段结束战争的胜利计划。Russia will not prevail. Today we have a new support package, $7.9 billion. This will be a great help. 另外，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伫咧甲泽伦斯基见面时阵，讲伊的支持是真坚定，并且讲有人强迫乌克兰放弃主权领土，也该接受中立。虽然无讲是啥人，不过大家拢认为伊是伫咧讲川普。公司新闻吴永编辑。咱国伫咧南太平洋的友邦图瓦卢的首都富纳富提，到2050年，可能有一半拢去海水所引起。因伫咧今年的联合国大会嘛，望讲国际社会会当承认图瓦卢目前的土地、甲海洋的各界，各有国家的主权。伫南太平洋有9个宽型酸乌岛群组成的岛国图瓦卢，总人口数是11000多人，有16成居民住伫首都富纳富提。这片长条形的土地上下敢若20公尺宽，图瓦卢平均海拔的高度敢若2公尺。过去30年来，海面压悬差不多15公分，比全球的平均值是悬真济。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科学家预测，到2050年，富纳富提会有一半的土地去海水淹起。Livelihoods are destroyed, families gradually move, community cohesion is tested.Heritage is lost, and eventually, the very fabric of our nations become increasingly threatened. For many of us, these are the hard realities we experience today, not the projections of a coming future. 总理戴辉立25日联合国大会针对海面压悬的危机召开的高级别全体会议，呼吁国际社会把海面压悬看作是一个独立的议题。莫甲气候变迁的议题连做伙，因为这已经对图瓦卢的国家主权甲身份尊属造成威胁。具体来讲，图瓦卢海峡有真丰富河岸层的资源，每一年光是靠卖掠鱼仔权，就会当赚差不多3000万的美金。图瓦卢希望透过修改国际海洋法，确保因目前海峡的控制权。因若这都要通过向国际海洋法庭提案，或者是联合国决议才会当达成。Firstly,to ascertain the principle of statehood continuity as a tenet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o affirm that statehood
cannot be challenged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of sea level rise. Our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ts specialized agency is permanent, notwithstanding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根據了解，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每年會就海面野權所牽連的國家領土主權的議題來發表報告。另外一方面，亞洲和歐洲有15個國家和圖瓦魯簽署雙邊協定，同意圖瓦魯的國界未因為海面野權來改變。不過，在太平洋作業批准的外國司法管轄區內底，敢有台灣和附近的國家會籍簽署支持圖瓦魯海洋邊界的聲明。公視新聞王慧文編譯。目前已經停刊的香港的網絡媒體立場新聞前總編輯前派官甲林小東，昨是接受法院的宣判，犯着煽動罪。前派官是互人判21個月，林小東判被減刑，免官是直接放出來。表情震動來到灣仔法院，已經停止營運的香港網絡媒體立場新聞前總編輯張派權，加前助理總編輯林小東，日日到法院接受宣判量刑，因伫頂個月互法院裁定專無發布煽動刊物罪名成立，法院宣判張派權判21個月，林小東是因為得到免疫系統疾病，判會當即時釋放，唔免監禁。I feel sorry for John Pui-Kuen's sentencing. He is starting point of the imprisonment near the maximum penalty for 24 months. He had got 23 months imprisonment, but luckily that he has 3 months deduction because the case have been last so long. 法院判刑了，张派权是法监执行，伊伫咧2021年被逮捕，已經拘留349天，差不多11半個月，後邊一個9個半月刑期。立場新聞的母公司也被罰5000港幣。立場新聞是香港1997年主權移轉中國了，已經和法院判煽動罪成立的媒體機構。呢個劇變嘅情況，而係好難接受咯，尤其是係好多我哋一直相信回歸之後有嘅言論啦、新聞啦，所有嘅人權自由好似都一下子被限制咗咯。自從2020年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已經有96間媒體關閉。立場新聞因為公開支持民主，2021年被大批警察突擊搜查，年底就被關閉。一共7位員工被抓，這件案件引起國際社會關心，加西方國家的譴責。根據無國界記者評估的新聞自由指數，在過去20年來，香港的新聞自由排名自第18名爬到第135名。不過，香港當局講，港版國安法一個今年所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並無限制媒體報道事實的自由。公視新聞鄭偉林、老范編譯。目前，在咱台灣附近是有2個熱帶性低氣壓的發展，其中一粒離咱較近的，上近半暝啊，就會結做風台，有可能會直接加過來台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這段時間，最快的話就有可能發展成為颱風的強度。那在它北上的過程當中，其實它的強度上來講，它是一個有利於它發展的環境，所以我們預期它在它接近我們的時候，以中度颱風這樣的強度的幾率是比較高的。而且我們目前的路徑預報上來看，海警的發布的機會是有的，而且陸警的機會也不排除，它也是有可能直接侵襲台灣的。氣象署表示，這粒熱帶性低氣壓對禮拜開始就會漸漸往北，這拜2、拜3會上接近咱台灣，時到全台灣攏會落雨，無排除會發布海上甲陸上警報。再看新北天狗節的群聚佮變多，昨是一聲佮加7個，到當時已經有14人去圍着，另外佮有11個人快篩陽性，愛進一步確診。衛生局表示，這中和佮新店這拜6得派人去消毒噴藥啊，先想辦法把這疫情壓落來。環保局的人員在巷仔底無用咧消毒，要甲胃病房的生炭源清除。因為新北市天狗節群聚感染閣再擴大，2樓一個手新增加7個本土的天狗節病例。發現個案主要的活動區仍然在天山公園、三界廟以及新南夜市等區域。衛生局表示，新店增加5個天狗節的病例，中和增加2例，累計新北這件天狗節群聚感染增加到14個人。
值得注意的是，还佫有11个快筛实用性，检体已经送疾管署，佫再确认。医师提醒，聚会甲慢性病时代，英国若捌挖到天狗热，即马佫去挖到无共型天狗热的病毒，发生出血风险会增加3成以上。他之前感染过第1型，那这一次感染的是第2型的话，他的重症的这种可能性至少有增加3成以上，所以这种登革输血热的机会就相对的比较多。医师表示，北部天狗热胃病网主要是以白线斑纹为主，因清在下米伫树林甲草坡等的所在，为了阻挡疫情扩大，新店甲中和区公所1礼拜6、2、8会针对社区胃病网的生态源来清除。卫生局强调讲，公司入场所的所有人、管理人甲使用者，若无主动清除胃病网的生态源，经过调查，若有查到胃病网咧生态的情形，相当会当罚15000块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咱台湾做农的欠工严重，真侪农民拢开始引进无人机的种植。毋过嘛有农民指出，无人机相关的法规是无合实际需要，尤其是咧喷药啊时，定定拢有人来控制。希望政府会当来辅导，提出配套办法。无人机伫产地转药啊，增加工作效率。最近是真正看到公部门也大推广，不过依然有农民反映讲，无人机伫产地作业，毋但考照困难，佫有真侪规定，无符合农业的实际需求，真歹合法作业。那我上面没有载任何生命，不会影响到任何的人员的安全。的法规为什么定得这么严苛、这么的严谨？农民讲，无人机伫产地作业，按照规定3天之前要向交通部资讯系统报道，作业完成也要报。不过产地作业需要配合气候，这款规定互农民真歹配合，而且申请无人机的作业，敢来当透过法人，自然人袂当真无方便。我会不开心啊？怎么回事？我可能会打电话检举。为什么？因为这样对我不好啊，因为我没有在撒农药，就是农药的味道啊。可是现在有改善很多了。有改善。也让无人机转药啊，也强在和有机农民有当地住户产生冲突，增加作业的困难。只是说，就农民来说，还是一些申请程序会相对的复杂。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持续跟房检署去做一个沟通，请房检署再跟交通部去做一个进一步的处理。官府表示，面对农民的需求，会继续向中央反映，看敢会当伫兼顾各项安全之下，提供更较方便的无人机作业流程，来符合农民的需求。因为无人机作业甲厝边冲突的部分，会辅导成立有机促进区，和有机农业专区化来降低冲突，并且呼吁农民转药进前应该加沟通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有9成的蒜头是对云林出产，最近当着报产期所一直咧落雨，真侪产地拢浸水，传出灾情。今仔农业部嘛派人去勘灾，准备要来启动相关的补助措施。农民落田甲浸水蒜头挖起来，即马是云林种蒜头的季节。即阵仔煞定定上大雨，部分排水歹的田拄种落的蒜头全拢烂去。雨落伤过久，地势一变过一变雨，产生水路不通，那个蒜头太潮湿，导致那个蒜头腐烂。改良场、农粮署县府公所的，我们来现场看看。如果说栽损有达到标准，我们就会建议农业部启动现金救助这样。农业署讲，云林种蒜头的面积大约5000公顷，占全国9成以上。不过最近雨落真粗，造成蒜头田的土甲蒜头落雨冲甲烂去，其中四湖乡通报100公顷受损上严重。看到的状况确实是，它这一块田因为可能用粘土，然后排水不佳，那因为也不太确定它这个已经淹多少，但是我们挖开来看，确实是它内部已经开始有一些腐烂的状况。就是等到天气好，那土壤差不多的时候，差不多干的时候，那来做覆土的这个动作，然后来减少这个损失啦。农业署表示，目前该等各单位评估整个地区的损害状况，那全乡损失达到20%，就会当建设农业部启动天然灾害救助。那天气转好，也未烂去的蒜头会当定砍土减少损失。不过后续蒜头的产量甲市场供应影响要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台东的农改场今仔是举办官方部落创意料理比赛，这届拢总有10组人来参加，嘛趁机会要推广野菜甲食材，标产地爱写好名，农药检验嘛爱写好清楚，互消费者食了更加安心。
这个关注面的选手来参加餐饮料理的比赛，认真专心选出上好的野菜甲食材，用晒、煎、吹，放在盘底的时阵，佮有配色。变做一出一出传统，佮有现代创意，有部落特色的料理。这是台东农改场为着要互民众会当食到更加健康的原住民部落传统的美食，专工举办部落创意料理的比赛。这个料理尤其是吃的方面呢，它会是一个农村旅游、部落旅游，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这个比赛食材当中有传统的台仔甲血肠，不过部落的族人讲，这食材拢是伫部落附近的野外办的，完全拢无厝农药啊。族人伫办的时阵嘛，拢会特别注意。若平时嘛建议业者上好爱有产地标示，或者是农业检验的标示，互消费者会当更加安心。其实根本不用农药，而且以前都是人力拔草，像我婆婆80几岁还在拔草。要有那个掌控的能力，就是说那个来源是没问题，但最好是买一些比较安心的，就是说有政府认证合格的产品啊。有评审建议，有部分的野菜甲食材，虽然伫部落是清在食嘛无问题，不过这毋是为福部认证的食材，提醒部落餐饮的业者上好是莫使用，避免出现争议。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环保局统计，去年猎人昏头乌白蛋有开出超过2万张的罚单，目前的罚金是3600起跳。另外，若是伫咧店面头前有看到这昏头蛋的涂骹，这店头嘛可能是罚单，上重会当罚到6000。店家头前放一个当薰头的桶仔，甚至阁有店家设一个食薰的所在。店家讲，环保局最近有来宣导，准讲店家头前有固件粪扫，也是薰头，上济会罚6000块。如果这些店家你店头遐个街道是你爱家己爱扫的，那你若无爱设吸烟设备，你嘛无扫，你遐有脏乱，我嘛是会甲你罚。依非修清法是可以罚1200到6000。最近这几天啊，环保局有来宣导说1200以上，6000块以下。那但是我们开店以来，我们一直环境卫生，我们都每天都有在整理。所以我们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店家讲，因说这个食薰的所在一定10档啊，真侪食薰的过路人嘛来这当薰头。根据台北市环保局的统计，敢若去年112年民众乌白当薰头，就开卖2万件以上的罚单。为着要改善这款情形，台北市环保局对去年8月就开始加重罚金，就算头家抓到罚金嘛会对1200块提悬到3600起跳。你较环保啦。较涂骹较袂垃圾。环保局鼓励店家伫门口设当薰头的所在，目前台北市有479间的店家有配合。另外，台北市卫生局嘛提起根据薰害防治法，连锁的咖啡店、超商、学校、图书馆这类所在拢是禁止食薰的。若是伫禁薰区食薰，上济会互人罚1万块。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最近出国的人真多，这俗价航空嘛定定咧变俗价。不过旅行社嘛提醒讲，这俗价航空大部分的服务拢会另外搁加钱，这加起来无一定比传统的航空公司较俗。建议也是爱多比较，较袂吃亏。杀行李到柜台办报到的手续，准备出国。疫情了后出国的人愈来愈多。今年1月到8月，桃园机场客运量将近300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成长37%，其中也有不少人选择俗价航空。这么近的过程就差了快1500的价钱，虽然说贵一点的可能多了饮食之类的，那就想说1500的话，还不如在香港多吃点东西就好啦。是刚好看到促销先决定地点或是看预计的价位，去选择哪一家航空公司比较能够符合需求，所以有时候也有可能会捡到普通航空的便宜票价。根据统计，俗价航空今年1月到8月客运量68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463万，上涨47%。旅行业者分析讲，除非抢到大俗买机票，或者是无需要另外加买行李的公斤数，那无目前买俗价航空飞日本，挂行李加税金，可能就要1万块。在廉价航空来讲，它可能所有的服务都是切断的，托运行李要加钱，然后买水要加钱。毛毯要加钱，包含20公斤的行李，包含餐食，算一算，真的比一般的航空公司差不多价格。旅行业者认为讲，机票扣掉行李的公斤数，飞机顶的食食服务看起来较俗，
不过也提醒，若阵班机予取消，可能无补偿。另外，登机进前才发现行李贵重、加超重费，也可能比一般航空更较贵。不过，也有一寡小价航空的航班是有飞二线城市的优势。记者综合报道。今年9月是交通安全季，交通部今年有办理校园的宣导活动，互囡仔实际体检伫咧路口会拄到状况，提醒过路时都要记注意，爱停、爱看、爱听。提升囡仔对交通安全的观念，避免意外来发生。要停在哪边？要停在那条线的截止边。如果超过线会怎么样？车子就会跑下去，然后开罚单。9月份是交通安全月，真侪学校拢有举办交通安全教育的活动。根据交通部的统计，交通事故有6成以上发生伫路口。112年行人受伤的人数是这5年来上侪的，有17000多人，其中6岁到17岁的儿童也是青少年，就占1成。个人认为不应该用孩子的命来换取交通改革。那今年的1月到6月，的确看到我们的整个事故伤亡减少了9%，不过行人是成长了6%。交通事故又是对儿少死伤，事实上是最高的哈。也希望未来过去的课程5阶段模组可以陆力在推广，从小养成我们的孩子怎么去保护自己。交通部表示，建立交通安全的观念，应该对教育做起。学生仔自细汉伫学校学，买当家伫学校学到的安全知识，讲互厝内父母知影。小朋友的一个安全的教育，回去也可以影响爸爸妈妈。透过影响爸爸妈妈，让爸爸妈妈在当他是驾驶人的时候，都能够扣合今天的一个主题哦，就是车辆到了路口能够慢看停。交通安全的教育不能缓了。更不能停从各个教育阶段里面，分别从课程的规划以及师资的增能以及教材的研发，这个不同的一个面向那么来推动这几冬来行人安全的问题愈来愈受到民众的重视。交通部、教育部加警官基金会合作设计体检活动，透过活动要让囡仔了解过车路进前需要停、看、听，注意路口的状况，提升囡仔对路口安全认识的能力，避免悲剧发生。记者张家佳、曾正佑台北报道。嘉义梅山的太平川是阿里山重要的地米产区。来看当地一个少年农民林基顺，伊对2017年回来故乡接下家族的地园，推动这接地文化，带动地园的发展。在今年嘛有入选全国8大少年农民的肯定。对农历白露节气的到会，家己来横寮车站周边的太平村，原来一年一摆的黄头落季，上清上万的白灵溪飞在天顶，叫做全台独一无二的生态奇景。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万路朝凤，很多的黄头鹭，那这里面都是白色的没有像这样一样那个繁殖期所以每年的9月中旬到月底，可能会看到很多的黄头鹭过境。太平川唔那是黄头鹭的山鱼驛站，同时也是阿里山重要地休山区之一。今年入选8大青龙的林基顺，为2017年回乡接手家族地园以来，致力推广平林文化，为地方地休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刚刚那个茶青摘回来之后，我们必须要先把它撒开做日光尾雕，用太阳的那个日光去让它水分慢慢去消散。那安尼林基顺佫将伊伫海外学到的料理技巧，甲当地食材结合，可以到替方便餐厅提供游客无同款的美食体验。像我们在开店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同业会来吃嘛。那吃完之后要学嘛，肯定是学不走了，因为你自己看我这边的香料，这边只是我一小部分的香料而已啊。每年秋天到来横寮游客，唔但用食芳醇的地休甲经典料理，也可能欣赏白灵溪过境的壮观奇景，世界震撼价值满足，互每一个来者游客拢有一个难忘的回忆。记者综合报道。出名的台语歌创作人吴振怀写过真侪经典的台语歌，亲像《关仔岭之恋》甲《可爱回蕊》，这些拢是伊的作品。吴振怀伫咧台南纽约的旧厝，也就是即卖的音乐纪念馆，这展览嘛全部换新，伫今仔日正式开放参观，欢迎民众做伙来行搭。
拍开去盘的摊，当咧唱的是经典作品《关南岭之恋》，店前的三合院当咧展出各种古早味，这是当代台语歌曲创作人吴正怀故厝。讲到伊的名，少年辈真清楚，不过伊的歌曲定着听过。2005年，这广告正做历史建筑，后来变做音乐纪念馆使用。这回让这档内面佮重新调整，要互人进一步通明白。有他自己曾经拥有的家具，或者是说他拥有的设备，伊上爱的吉他，我嘛有放伫内面，佮有伊的衫裤。就是互即摆的少年人，毋是拢只教我看迄种多媒体科技的迄个物件，伊会当去感受迄个时代，大家人去沉浸伫生活内面的感受。我们希望大众他可以留下来。他可以沉浸在这个氛围里面，所以我们几乎每一间展场里面都会有设计，可以让人家坐椅子。伫大家甲医生当作是梦想的时代，吴正怀煞前辈音乐走去日本学习。1953年，伊参日本人组成拉丁三人组合唱团，开创无共的音乐风格，包括各地去巡回演唱。1956年是台语流行歌的天下，伊一生计共创作200多首歌，慢慢指导过黄一玲甲洪英红等人对母语歌曲贡献真多。透过这个吴老师的故居，这个环境啦，但吴老师的一世人，伊所做的代志，伊对台湾的这个早期的流行音乐的影响，会当伫这个纪念馆当中，都台这个代志讲啊较完整的。音乐是吴正怀一生的寄托，伊嘛替台湾歌坛留下珍贵记忆。9月28文化局要伫纪念馆的广场办音乐会，要互大家斗阵见证伊伫台语歌的黄金岁月。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台湾吧甲故事文艺网站这两个网络平台，对2014年开始，就以自媒体方式来讲台湾的历史。这届因决定伫咧成立10周年这段期间，共同来合作，用网甲同轨写出咱课本无价台湾历史，希望大众会当对无共的角度来熟悉咱台湾。在2024年，台湾又完成了一次总统大选。中国战机在台湾附近郊游的次数持续增加。台湾吧影音平台甲故事文艺网站这两个网站平台，拢是以台湾历史为主题的自媒体。这两个平台拢是伫2014年成立的，今年拄好是满10周年。因决定共同合作，制作一个课本无交代清楚的新网架台湾史。那这10年后其实还缺什么？他们会发现，其实国际间对于台湾的关注开始升高，台湾对于例如说国家语言、本土内容的在意，已经往更深化的下一个层次。这届合作是以海岛人为主题，加入台湾的性别平权、族群议题、甲台海规矩。除了共同制作影片，两个平台嘛联合举办为期6礼拜2624新台湾史运动特展，希望透过展览呈现新的台湾史，让台湾人知影先辈是安怎为台湾民主打拼的过程。我们整个展览就是围绕着海岛人这3个核心的概念，3个面向其实是不只是台湾的历史，也是我们对于台湾未来的一个想象。台湾其实未来要走向世界，走向跟环境共存，走向一个多族群的社会。台湾经过日本的统治，白是恐怖，如今面对台海危机，台湾吧甲故事网站平台，希望唔但让台湾人了解国家的历史，嘛希望让外国朋友会当看见台湾人争取民主的过程。因计划伫未来创立一个台湾历史平台，把这个内容翻做10个语言，让外国朋友透过新的角度来理解台湾。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红蚵仔是真好食，不过食了这蚵仔壳是要安怎来利用？英国有一个建筑师就专门的回收餐厅，人食了要弹掉这蚵仔壳，摕转来甲加做粉，打造出一个新的建材。餐厅头家当咧处理这真肥的青蚵仔，结果甲因放上桌，但是人客食了这蚵仔壳嘛，只会当弹掉。有餐厅一工就弹5000粒蚵仔壳，因为蚵仔壳的化学成分含石灰岩同款。英国的建筑师兼室内设计师，就和伦敦大学学院的巴特莱特建筑学院来合作，用当伦敦的餐厅回收蚵仔壳，再甲因放入气味机刷内面拍作粉，做传统丹麦控的生物替代材料。上落来再搁加入20%的刷含黏土，就会当搁变做全新的材料来创造新的生活用品。We have the oyster tray where we work with the restaurants, where we
design this tray so then it can go back into the restaurants and they can serve oyster on a tray. 若是泡物件的盘啊，斯里苏拉油丁阁甲回收蚵仔壳分类，打造变做服装店的配件品。伊阁有更较大的理想，就是用蚵仔壳来做再生建筑材料，减少阿门头的使用量，嘛降低碳卡热。在阿门头的制定中，会因为爱烧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互看作是高碳排的产业。阿门头产业差不多占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6%。I know the oysters are rich in zinc as an oyster. I didn't know that the shells are full of goodness as well. Anything's better than going into a bin. So yeah, great idea. 美国有名的经济研究公司英鼎集团指出讲，到2050年，发展中的国家会积极来打造基础设施，若无想出替代方案，减少阿门头的使用，阿门头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有可能会高达17%。公司新闻新闻部翻译。下晡报天气啥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7度到31度，中部地区28度到32度，南部地区28度到34度，东部地区28度到32度。高岛地区26度到30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哲安。咱后礼拜一同一时间，咱再会。Thank you.